行政院年底有通过民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有修改离婚的法制。真侪妇女团体就表示讲，现行的请养费请求法条已经真久拢无修正，而且条件上过严格，应该将生活有困难这个要件汰掉。即嘛是提出修法的版本，希望对离婚的女性提供实际帮助。他跟我说，我已经不爱你了。 无条件离婚，孩子谁要都可以。讲出过去婚姻内底痛苦的部分，已经80岁蔡美芳坚强自立，将两个囡仔请养大汉了后，开始到妇女团体做志工。到3工适婚的女性，伊甲真侪妇女团体入会斗阵呼吁，希望已经92年无修正的民法请求赡养费的条文应进行修正，把生活现困难这个标准来删除，那改以就业能力减损或是劳动机会减少来肯认家务照顾劳动的价值还有弥补它因此产生的这个损失。母亲节将至，母亲快乐吗？ 希望国家能够来照顾这一群在弱势当中、痛苦当中的妇女。因为行政院议会才通过民法部分条文的修正草案，希望改革离婚的法制。妇女团体认为赡养费的请求条件太过严格。新知访问了近100位的律师，有90%的律师都不会建议自己的当事人请求赡养费，原因是几乎无法符合法官认定的生活陷于困难。 妇女团体也认为，正义版不应该将在判离婚其中一名被判处6个月徒刑的标准，修正提悬到判处2年以上的徒刑，会致使在判离婚的困难度增加。所以，透过离婚还魂提出委员版本，未来平安修法，希望对离婚妇女的经济自主提供实际帮助。公视新闻采访报道。